苗栗的万里甲台中大甲交界的三车路口，有一座6公尺宽的造化岛，不时都有人伫遐咧出车祸弄死人。在地人讲，这是断命的造化岛，所以县府的公务处决定要来缩减造化岛的范围，要来拓宽道路，希望会当减少车祸的发生。黑色轿车冲入造化岛，几台车全大飞起去，摔入到涂骹。这场车祸是发生伫2016年，当时车顶是坐企业家，也有医生要做去拍五女母，所发生严重的车祸，2个死亡，2个受伤。刚当的12月，有轿车冲入造化岛，也飞出去，离涂骹将近30公分远，也冲10公尺远。车祸发生的地点拢伫苗栗县万里镇这3车路口，中间有一个6公尺宽的造化岛。当地居民讲，经常有车弄起去，因此称呼伊是断命的造化岛。居民认为这造化岛分割出来的道路，好人是三无长，容易行唔到路。警方统计105年到108年12月初5，这路口发生4件车祸，其中包含1件死亡车祸，造成2个人死亡。就决定把这个草化岛的紧邻的道路呢，我们拓宽到8米宽，以为我们用路人的安全。县府公务处会勘后表示，造化岛缩小了后，这道路会拓宽变8公尺，路况变大，视线卖更较清楚，减少车祸发生。